被打性工作者反被控襲警。念舊日信念何還強，幾經風暴雨狂還無懼浪，新的迫害，新的引誘，有正有邪，何處是我？基層小市民要捱，仲要受迫害。關注性工作者團體紫藤話，過去半年至少有2個性工作者被警察毆打之後再被控襲警，其中一個係外勞嚟㗎。上個月喺161入邊同警員衝突。咁個警察見到咁呢，我諗佢都係發毛嘅，就一手就唔知攞咗一啲硬嘅嘢，個女仔都唔記得係啲乜，一嘢就揼咗落佢個頭嗰度，咁已經係流晒血㗎啦。咁個丈夫就凌晨去到警署嗰度呢，就諗住幫個女仔保釋咁樣啦，竟然係無媽啦，有一個警察行埋佢度就同佢講話，對唔住啊，即係唔好意思，我都冇心打傷你老婆嘅咁樣，即係竟然私底下道歉嘅可以，但係調翻轉頭佢又俾人告佢打警察咁樣啦。新的生活，新的奮鬥，鬥志化為強勁力量。被迫害嘅仲有被控襲警嘅2個示威者。事隔近3年啦，佢哋只收到政府律師信，話當日示威有警員因為衝突受傷請病假，所以政府以僱員補償條例為由，向佢哋索償一共4700幾蚊。有個70幾歲阿伯仲慘，07年同個食環署職員喺街爭拗推撞，最近政府話個職員受傷請咗98日病假，所以要向佢追翻病假損失同利息，合共10萬蚊，仲將阿伯間屋釘契，直到還晒為止。法律上政府冇錯嘅，但情理上又係咪合適呢？